美國對伊朗嘅大戰在即，呢個規模好可能係前所未有嘅。與此同時，伊朗試圖喺曼德海禁開咗第二戰場，而家情況係點樣？唔單止係伊朗，川普總統亦都要喺中東開咗第二戰場，究竟係邊條戰場？今日同大家詳細講下。另外，習近平已經確定咗9月底訪美，佢喺訪美之前，習近平採取咗咩行動嘅修復同川普嘅關係？佢得出習近平而家心情有幾緊張？歡迎收聽收睇方偉為你帶嚟嘅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國節目。YouTube 嘅觀眾朋友好，希望之聲矽谷調頻961嘅聽眾朋友大家好。好，我哋而家就入正題，我哋講下中東目前最新嘅局勢。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美軍喺尋晚9點鐘已經完成咗連續第13個晚上對伊朗軍事目標嘅打擊行動。而美軍呢次打擊行動呢，通常係美東時間5點鐘開打，9點鐘結束，歷時4個鐘。咁我哋都知道美東時間換算成伊朗時間呢，就係伊朗深夜12點半打到凌晨4點半，即係話喺伊朗最夜嘅時候進行轟炸。而家已經連續喺13晚，而呢第13場空襲係戰爭重啟以嚟規模最大嘅一次。目前呢打中咗伊朗2個軍事指揮中心、3個無人機同導彈儲存點、8個通訊網絡、3個海岸監視系統、1個雷達同34個所謂嘅海上資產，即係海上嘅船隻。居民而家有傳言話，伊朗嘅聖戰旅佢嘅指揮官夸尼而家被擊中，連同20幾個軍官全部身亡，目前仲核實緊。另外，美國嘅 B-1B 戰略轟炸機而家正用咗攻擊多個深埋地下嘅導彈同軍事設施，呢件事已經發生緊。另外，美國總統川普喺週4表示，佢好快會決定係咪對伊朗再次發動一場更大規模嘅襲擊。如果真係打起上嚟，規模將會超過衝突爆發以嚟所有嘅打擊。目前空中加油機咧正紛紛調往中東，大家可以見到咧，由英國陸續飛往中東，最後停咗以色列或者係伊朗對面嘅卡塔爾空軍基地。咁所以呢個就係目前嘅情況。川普總統仲話以色列隨時都可以加入戰鬥，佢話只要俾以色列2分鐘，佢哋就可以參戰。不過川普總統亦都話呢個決定即更大規模嘅打擊會造成嚴重破壞，所以佢而家仲未做最終決定。與此同時，國務卿盧比奧表示，川普而家對伊朗奉行嘅政策係以頭還眼，即係所謂嘅 a head for an eye。英文入邊以牙還牙，叫 eye for an eye， 即係以眼還眼。盧比奧話嘅老闆川普總統做嘢係以頭還眼，意思即係話，如果伊朗打擊船隻嘅話，美軍嘅反擊將會係唔成比例嘅懲罰。盧比奧話，佢哋喺恢復理智之前，佢哋付出嘅代價將會每晚都持續升高。而家講幾個方面啦，一個係關於伊朗打擊經過霍爾木茲海嘅商船造成嘅損失。川普係點樣應對嘅？川普尋晚嘅 Truth Social 發文話，請將呢份聲明視為通知，即係正式政策嘅意思。由而家開始，任何針對船隻、貨物或者相關財產造成嘅損失，都將會由美國持有並控制咗伊朗資金嘅補償。因為伊朗喺海外嘅好多資金，而家都被美國財政部凍結咗。即係話呃咗美國財政部手入邊，所以你打沉邊隻船咧都要賠噶嘛，啱唔啱呢？佢就用你哋錢嘅賠。OK， 川普總統仲表示，相關嘅損失金額可能非常龐大，因為打中一隻成20萬甚至30萬噸嘅巨型運油輪嘅話，損失單係好大，一隻船就值幾億美金。但係川普總統話咁樣做係公平合理嘅。等我解讀下。呢個動作即係話，川普要將伊朗對油輪嘅打擊變成咗自己嘅損失，亦即係話每次你打人嘅時候就等於打自己身上。所以喺呢種情況下，呢個其實係幾聰明嘅講法或者政策，正常人或者正常政府都會猶豫。但我哋呢度想講，伊朗係唔會嘅。點解？我哋等陣再講。我哋第2節會講伊朗點解唔會猶豫。另外，伊朗革命衛隊發出警告，話任何被美軍用嚟攻擊伊朗嘅英國基地都會被視為打擊目標。我哋頭先見到大型加油機紛紛由英國嘅美軍空軍基地飛出嚟，飛去中東，所以伊朗就威脅英國政府，話你而家等於參戰。而英國首相啱啱換咗人，新上任嘅首相就明確表示
英國武裝部隊已經做好全方位防衛準備，去應對無論係本土定係嚟自海外嘅任何攻擊。以色列喺今年3月就警告過，伊朗其實擁有射程遠達4000公里嘅導彈，理論上可以打到英國同大部分歐洲大陸國家。不過軍事專家對伊朗導彈嘅精準度仲係有懷疑，發射就發射到，但係最後打唔打得準就唔知啦。但係無論點都好，英國、法國、德國而家都已經全部由伊朗撤走大使館工作人員，因為緊張局勢持續升級，已經喺度準備最壞嘅打算。好，再講下曼德海嘅情況，呢度係伊朗一直想開嘅所謂第二戰場，因為盤踞咗曼德海嘅東北部嘅胡塞武裝已經打咗2隻沙特油輪，導致布蘭特原油價格喺星期4，即係尋日急升咗6%，已經升穿$100，呢個係5月以嚟嘅最高水平。但下次會發生咩事呢？下邊係我哋評論，如果胡塞武裝真係封鎖曼德海峽嘅話，就一定會出現針對胡塞嘅戰爭，因為咧冇一封鎖嘅話，去亞洲嘅油就運唔過去啦。咁所以咧必須行地中海，再由地中海繞道去嗰個即係所謂嘅非洲南端，再由嗰邊去到呢度，經過成個印度洋，再去到亞洲，所以亞洲原油嘅運輸成本咧將會大幅上升。咁所以咧，你就算將啲油送到地中海都冇用，係咪？因為你行蘇伊士運河再落去過唔到曼德海嘅，所以咧航程將會由運到亞洲嘅19日增加到48日。OK， 所以咧增加咗170%，而佢嘅燃油費用咧會由126萬美元增加到287萬美元。但再加上蘇伊士運河通行費又加100萬美元，總而言之，最後係淨增運費，單係運費就係260萬美元，增加咗超過200%嘅運費。但最後轉化成石油價格，就係每桶要加價1.3蚊，仲未計由19日變做48日，中間多出咗嘅呢啲所謂機會，唔係叫機會成本，係機會損失，嗰度肯定要幾百萬蚊。所以咧出現呢個現象嘅話咧，曼德海峽係一定要奪翻佢嘅，但邊個想奪曼德海嘅呢？一個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喺北邊同也門接壤，另外就係也門自己，佢喺東邊，另外美國喺邊度？美國喺南邊，美國就喺南邊叫索馬里蘭呢邊，所以咧呢3個國家都要將胡塞武裝滅咗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點解胡塞武裝一直都好驚，或者話一直好猶豫，一直都唔敢打。因為就係堅野嘅殺身之禍，但今次點解打呢？相關消息係淡嘅，就係話伊朗直接派革命衛隊坐民航機偷偷地過嘅。據聞呢架飛機上面再有10到21個革命衛隊成員，包括多名高級指揮官，甚至仲有消息人士話嗰班航機同時運送黃金嚟到胡塞武裝呢邊，等於係要收買胡塞等嘅開火。但就喺呢種情況下，胡塞先打咗2架船，呢2架船仲可能有水分，因為準確嚟講係胡塞武裝聲稱打咗2架船。佢話沙特有2架船，一架叫艾沙利亞，一架叫萊卡，但係沙特官方運輸總局確認只有1架被打中，就係艾沙利亞被打中。另外嗰架就咁講就未必被打中。所以咧呢個有可能係胡塞喺度虛張聲勢，向主子報假戰果。所以咧魯比奧就毫不客氣，直接發言警告話胡塞武裝應該覺醒，認清佢哋唔應該被拖入呢場衝突，否則嘅話可能會導致佢哋覆滅。好啦，所以呢個就係目前嘅情況。喺胡塞武裝同伊朗相比，邊個更加脆弱呢？胡塞武裝要脆弱好多好多，因為大家都知道對伊朗嘅戰爭而家仲係空戰係冇辦法改變政權嘅，但係對於胡塞一旦打起上嚟嘅話，從東邊攻過咗嘅也門軍隊，從北邊落嚟嘅沙特軍隊，甚至係阿聯酋嘅軍隊，佢就代表對唔住，佢就代表會出現所謂嘅陸戰，而陸戰就意味住政權可能會覆滅。好啦，咁無論點講都好咧，呢個始終係伊朗，無論胡塞將來會點咧，呢個都係佢想開嘅第二戰場啦。而美國咧，亦都要喺另一個地方開咗第二戰場，係咩嚟嘅呢？好，而家同大家講下，講到呢度，我先停一停，同大家分享一個日常保養嘅小體會。因為有觀眾朋友問我，方偉，你喺節目入邊推薦 Gen X 喺西洋參考高脂係真係有食緊啦，定係純粹讀廣告？
我就正面同大家講，我係真係有食緊，而且係食過覺得好先敢推薦俾大家嘅。我自己冇試過，心入邊無底啲嘢係唔會諗出嚟同大家講嘅。就諗我自己做例子，我平時成日要揸長途車，一坐就係幾個鐘頭，最怕就係眼嘅。你知啦，個眼蓋通常都會飲 Red Bull， 但係我就唔得。我飲 Red Bull 唔單止冇用，而且仲會而且喉嚨會有問題嘅。咁呢個時候點算呢？所以我唔飲 Red Bull， 亦都唔飲咖啡。我出發之前會先食一字，嗰種提神嘅感覺係實實在在嘅，而且好快見效。咁所以個人會好清醒，注意力集中，一路上都唔容易嘅。咁呢種感受呢，就係我自己真實嘅體會嘅。當然只我一個啦，節目嘅老觀眾呢，呢段時間都有唔少回饋。有啲人話血糖比以前平穩嘅，有啲就話夜晚睇得更加腍。當然啦，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感受會因人而異，唔係每個人都一定會有效果。但係我哋確實收到好多真實嘅聲音，話唔定你將來都會係其中一個聲音。既然有咁多例子，再加上我自己嘅親身體驗，所以心入邊先踏實。因為西洋參確實係老祖宗傳落嚟嘅溫和補品，佢唔燥亦唔烈，適合長期慢慢調理。佢含有多種人參嘅鹼同埋多糖成分，喺維持代謝、支持健康血糖水平方面都能夠提供營養上嘅幫助。呢款 Gen X 用嘅係高純度西洋參，濃縮成膏，每日1小時就非常方便。咁所以想試下嘅朋友呢，請記住2個方法。第一個就係點擊影片下方嘅連結，落單嘅時候輸入方位嘅優惠碼 FANWAY， 即係我中文名嘅拼音呢，就可以享有85折優惠。如果唔中意網購，亦可以打電話，電話號碼下面都有嘅 800-368-8878，一試西洋參，幫你慢慢養好精神同體力。係啊，長遠嚟講係好好嘅。好，而家翻去今日嘅新聞，我哋下面嚟講下伊朗戰場嘅另一個第二戰場，唔係伊朗嘅戰場，而係美國嘅第二戰場。係咩呢？就係輸油管線嘅戰場。我哋都知道，伊朗無論係關閉海峽定係切斷1/3嘅海洋石油供應等等，其實都係賭美國唔敢同佢打消耗戰，啱唔啱？我封鎖咗海峽，你點算？你美國就係打唔起消耗戰，特別係對於海灣國家，好似伊拉克咁，90%嘅石油運輸咧，全部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頭先講嘅係以前川普以前嘅總統確實係咁，美國確實同伊朗打唔起消耗戰，但係到咗川普就唔同啦。川普呢個人我唔知大家點睇嘅，佢冇得好長遠，佢唔會計較政治上嘅得失。雖然佢都顧及中期選舉，但係如果長遠對美國嘅利益大過中期選舉，佢就可以唔理中期選舉。呢個就係目前大家見到嘅中期選舉就喺眼前，川普仲係要繼續行落去，佢係可以一做到底，一做到底。所以喺封鎖海嘯嘅同時，唔單止係美國，唔單止係川普總統，海灣各國都喺度自動開啟第二戰場，亦即係所謂嘅輸油管線戰場。咩意思？咁大家睇下呢張係圖。呢張圖，哎呀，呢張圖上邊佢嗰個唔係我呢個節目入邊嘅圖。好啦，佢就講下啦，佢係幾條線嘅圖。首先就係伊拉克嘅原油最上面嗰條線，即係橫過咗再彎過咗嗰條，就係將伊拉克嘅原油推向土耳其嘅一個港口，叫傑伊漢港。呢個港呢條輸油管線每日可以運送160萬桶。OK， 另外下面標注1號嘅係1950年代嘅一條管線，係由伊拉克嘅基爾庫克通去敘利亞嘅巴尼亞斯咧。呢條管線後嚟廢棄咗，但係因為今次海灣戰爭重新恢復，每日可以輸送30萬到70萬桶。OK， 再下面係伊拉克嘅戰略管道，即係標注2號嗰條咧。呢條管線每日可以輸送140萬桶。然後係第3號，大家見到佢個名叫做跨阿拉伯管道，每日咧可以輸送50萬桶。咁再有一條叫伊拉克沙特管道4號線，標注4號，每日可以輸送170萬桶。仲有一條叫沙特嘅東西管線，橫跨成個阿拉伯半島，通去紅海邊嘅鹽布港，然後喺度裝船向北行蘇伊士運河，向南行曼德海嘅呢條5號管線，每日係700萬桶。仲有就喺海灣呢邊，最右邊海灣呢邊叫做阿布杜拜管線，就喺霍爾木茲海嘅南邊，唔行海峽，喺南邊行輸油管線，每日係150萬桶。
OK，咁當然你唔可以將佢哋完全加埋一齊，因為有啲管線係會匯合，係串聯而唔係並聯嘅。但係無論點講呢，而家每日目前咧幾乎接近1200萬桶，唔行霍爾木茲海峽都可以運出去，佔咗原本海灣國家石油產量嘅60%。預計到2028年，再過1年半時間，100%可以唔行霍爾木茲海峽。亦即係話呢場戰爭逼出嚟嘅就係經濟上或者各國嘅應對。呢度唔通就喺第二度，係咪？到頭嘅霍爾木茲海峽就會被廢棄。咁我哋講到呢件事，伊朗當局知唔知？佢當然知。佢咁樣做嘅結果就係佢每發射一枚導彈，人哋就會拼命喺其他地方鋪設輸油管。咁呢個就係一個自毀前程嘅攻擊。咁伊朗點解要咁樣做呢？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大家睇下，我哋從伊朗嘅角度嚟睇下，佢同美國硬碰硬。唔好話美國能唔能夠毀滅嘅，能唔能夠更換政權，咁樣搞落去嘅前景就係大家根本就唔再經霍爾木茲海嘅輸油運油啦。佢哋以後仲冇咩去威脅全世界呢？既然係咁，點解佢仲係要攻擊呢啲油輪？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好多觀眾朋友都有問呢個問題。我以前咁機會講，今次同大家講下點解俄羅斯有核彈，中共有核彈，巴基斯坦有核彈，甚至北韓都有核彈，都冇問題。佢哋都冇用過，係咪？點解伊朗就唔可以有？特朗普點解一直要盯住伊朗呢個問題，同點解伊朗要自毀前程，封鎖成個霍爾木茲海峽，甚至將佢廢掉，都要同美國死拼到底嘅原因係一樣嘅。呢度我哋要將時間拉翻去其實係1500幾年前啦，要攞到公元632年啦，呢個就係伊斯蘭什葉派嘅歷史啦，影響到今日佢嘅決策。喺632年啦，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喺嗰年去世嘅，結果佢哋留低一個咧，所有人都認可嘅繼承安排，於是咧就形成咗兩個立場，其中一個立場咧就係今日我哋熟知嘅遜尼派。遜尼派認為咧，穆斯林社群可以透過協商嘅推選領袖。於是就接受咗當時叫阿布白克爾嘅人咧，將佢推舉做哈里發。哈里發咧就係伊斯蘭國嘅國王。而當時嘅什葉派認為，穆罕默德已經指定咗自己嘅堂弟兼女婿阿里嘅繼承領導權，呢個權力應該留喺穆罕默德家族入邊。什葉呢個詞本身就係阿里支持者嘅意思。什葉派入邊最大嘅一個派別叫什葉伊瑪目派，佢哋認為阿里唔單止係政治繼承人，亦係第一位具有特殊宗教權威嘅伊瑪目。咩叫伊瑪目？伊瑪目英文叫 Imam，Imam 佢係指喺祈禱嘅時候企喺前邊帶領大家祈禱嗰個人，呢個就叫伊瑪目。咁所以喺遜尼派嘅語境入邊咧，伊瑪目嘅意思就係領拜者或者係宗教學者嘅意思嘅。但係喺什葉伊瑪目派嘅什葉派神學入邊，伊瑪目嘅意思係具有非常特殊地位嘅宗教領袖，佢嘅意思係由佢哋嘅真主安拉指定嘅，而唔係由人推舉出嚟嘅。佢係穆罕默德宗教知識嘅繼承者，係能夠正確解釋古蘭經同伊斯蘭教法嘅人，喺宗教判斷上受到神靈保護，唔會犯根本性錯誤嘅人，就係咁樣嘅一個人，係半神嘅人嚟嘅。咁呢個派別所承認嘅傳承咧，就係由嗰個叫阿里嘅開始向下傳嘅12個人。咁呢12個人係點傳法咧？基本上就係父傳子，子承父業咁樣。所以咧，呢12個伊瑪目啦，全部都係爸爸過身，仔就接位，仔過身，孫就接位。佢只有一啲例外，有時係兄弟，即係兄終弟及。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就好似王朝咁樣父位子承嘅做法。佢喺公元874年嗰陣時係第11位伊瑪目，叫阿斯卡尼，咁就過咗身。過身之後咧，今日呢個什葉伊瑪目派就相信佢當時有個年幼嘅仔叫做馬可迪。呢個馬可迪本來應該出任第12位伊瑪目，但因為當時嘅阿巴斯王朝追殺伊瑪目家族，呢個細路就被隱藏咗起身。咁一隱藏就隱藏咗幾耐咧？隱藏咗67年咧。呢段時間被稱為小隱藏期。咁喺呢67年入邊，佢就透過4個使者同佢嘅信徒保持聯繫，傳達佢嘅指示，話我唔會公開露面，但會透過佢哋嘅保持聯繫。因為幾十年落嚟啦，呢啲使者都要換，都要傳承。結果到咗67年之後，喺公元941年，第4位使者過身之後，佢就冇再指定下一個使者。咁由呢一日開始咧，就進入咗所謂嘅大隱藏期。
咁所以呢個12伊瑪目派呢個教派咧，佢哋認為當初嗰個細路即係馬可迪，佢仲生存緊。當世界充滿壓迫、戰爭同不義嘅時候咧，呢位今年已經1152歲叫馬可迪嘅伊瑪目就會重新出現。咁我哋睇睇即係佢哋嘅先知出現，帶領穆斯林推翻暴政，恢復真正嘅伊斯蘭秩序，為末日同最終審判做準備。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呢位隱藏緊嘅伊瑪目咧，係一個末世嘅救主。所以咧，呢個就係伊朗什葉派末世信仰嘅來源啦。因為佢哋從呢段歷史故事入邊咧，推理出一個結論，一定要有暴政、戰爭同危機，佢哋嘅末世救主先會出現。呢個就係末日信仰嘅來源。佢嘅意思即係話，我哋背後仲有一個救世主，嗰個先係真正嘅希望。所以咧，我哋今日同以色列搏命，同美國搏命，甚至同佢哋同歸於盡，用核彈令世界陷入戰火，佢都冇所謂。因為喺嗰種情況下，我哋喺末世救主先至會喺戰爭中出現，然後再將成個世界救翻嚟。所以咧，佢等於係要用戰爭同毀滅，將佢嗰位隱藏喺山入邊1150年嘅第12世伊瑪目逼出嚟，或者將佢召喚出嚟。無論你點稱呼啦。總之就係呢個意思噶，當然唔係所有什葉派都冇嘅，但係伊朗而家執政嘅呢個12伊瑪目派係冇嘅，咁就係咁樣嘅。咁所以因為呢段歷史，佢唔單止咁用核彈，佢甚至想用核彈將個世界搞到不可收拾，佢哋先至會覺得佢哋嘅救世主先至有可能會現身。咁所以就係咁樣嘅一個思路。大家睇下呢樣嘢，呢個同北韓嘅金正恩有咩分別？北韓金正恩由2000年開始修憲，冇走咗共產主義，最近又冇走咗社會主義，仲冇走埋南北韓統一嘅目標，咁成個係全面收縮。佢要打造嘅係一個金家王朝，而且係一個半個朝鮮嘅金家王朝，希望佢世世代代可以流傳落去。咁跟住落嚟就要傳俾佢13歲定14歲，邊個都唔知，即係佢個金主外，佢個細女一個細女啊，佢先至唔想北韓毀滅。佢亦都唔想世界毀滅，係啊，咁就係希望喺呢個小王朝可以一直喺嗰度盤踞，一直可以流傳落去，千秋萬代嘅傳落去。所以咧，中共喺習近平同古巴嘅卡斯特羅咧，都仲未有啲瘋狂。咁所以伊朗嘅確實係一個異數，講白啲就係一個政權。如果佢但求一死，你點算？你同佢有咩好談判？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你除咗唔俾佢擁有核彈，你仲有咩退路呢？所以咧，呢個咧就係特朗普總統所面臨嘅咁樣一個政權。所以咧，真係一件非常難處理嘅事。所以佢處理咗呢個就係點解特朗普一直話絕對唔可以俾佢哋擁有核彈，因為佢哋有，佢話佢哋會用嘅。金正恩佢唔一定會用，或者話佢唔會用，但係咧伊朗咧會用。所以咧，你與其等到佢幾時睇翻次毀滅以色列，講少嘅都幾十萬人，講多嘢就幾百萬人，到嗰時你先去處理咩？呢個就係特朗普中東戰爭嘅一個背後嘅邏輯同埋動機。但係呢，我哋都知呢個係一個但求一死嘅政權，點算好呢？係咪？所以處理起上嚟確實係非常之麻煩。好啦，但我就喺呢度問下大家，大家覺得呢？而家特朗普佢咁樣講，佢話佢已經準備好晒，手頭上嘅兵同彈藥都夠晒，只係佢哋決定打唔打，就係等緊呢個時間點。你覺得特朗普總統會唔會喺呢2-3日落，即係開打呢？開打唔係一般嘅咩？第14次轟炸係全力示威，甚至以色列都加入戰團，可能性有幾大？大家可以話我知，我哋喺呢度大家一齊咁做個猜測或者判斷。好。下面同大家講下呢個特朗普加徵60個關稅係咩情況。但7月24號東部凌晨時間12:01，特朗普總統為期150日嘅10%全球關稅就到期啦。呢個背景呢，就係最高法院已經推翻咗特朗普以前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所制出咗萬國關稅，係咪10%嘅萬國關稅？但被推翻之後，特朗普當日就引用呢個122條款。即係貿易擴張法嘅過渡措施，用150日向全球照樣徵收10%嘅關稅，亦即係話喺呢150日之內，特朗普必須揾到新嘅答案。但結果呢，到今日凌晨到期，
特朗普一早就準備好啦，佢嘅新答案係乜嘢？就係301條款。咁尋日呢，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表示，貿易代表格里爾呢就奉特朗普總統嘅命令，佢針對而家存在咗60個國家未能實施並且有效執行針對強迫勞動生產商品嘅進口禁令，因為援引咗301條款，採取最終行動，開始徵收包括中港台在內嘅60個主要經濟體嘅進口商品，徵收10%到12.5%嘅關稅。呢度亦都包括墨西哥、英國、加拿大、台灣同印度在內嘅呢10個貿易夥伴，幾乎都係盟國嚟嘅，但係對佢哋徵收就少咗，徵收10%嘅關稅，因為呢啲國家被認定已經採取措施限制強迫勞動，但係其他受調查嘅幾十個國家同地區嘅產品呢，都將面臨12.5%嘅關稅，咁就包括中國大陸同香港。